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初7，以弗所书5章8节安尼讲：人以前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成做属主的人，伫光明中，行做就有光明行离的权势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无搁伫黑暗，是成做属主伫光明中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用全然敬畏的心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要来学乐甲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活命的源头，是永活的主宰。你的阳光遍满全地。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用真光照伫黑暗中的人，互阮有新生的愿望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阮无搁互罪恶捆绑，乃是互你的恩典带入光明的国度。主啊，求你的神光照阮，互阮成做光明之子，因为以前阮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成做属主的人，伫光明中，行做就有光明行离的权势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